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2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要赶紧先来关心教宗方济各伫个2日的时阵病逝。梵蒂冈证实，教宗是因为中风昏迷了后心脏衰竭来过身。也那伊的职务暂时会由初期主教发水尼来代理。这礼拜六可能会举行丧礼，进入到一个哀悼期，所以会举行储备会议，选出新的教宗。教宗方济各在生时阵住的所在大门，用红丝带拍一个蝴蝶结，用蜡封印当教宗的印仔，表示自即马开始教廷进入康危期。 It was a stroke that caused a coma and then led to heart failure. They also released his final testament, in which he said he wants to be buried at the St. Mary Major Basilica in Rome. 规个过程由书记主教法瑞尔监督执行，教宗的死亡确认也是伊执行。自死亡到落葬进程这段新的礼仪规范，是教宗去年批准的。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y busy day for the Camerlengo. That job is currently held by Cardinal Kevin Farrell. And then when it's time to bring the body into the Basilica, Cardinal Farrell will lead the procession. 因为在生的时阵就交代过，所以方济各将会是100万年来第一位被安葬伫梵蒂冈以外的教宗。 The cardinals are starting to come into Rome, and they will have tomorrow their first meeting. The funeral is likely to be by the end of the week. After the funeral, there are the novendiales, which are the 9 days of mourning. After the novendiales, they can select a date for the conclave to choose the next pope. 选举教宗的书面会议是由书记主教所伫咧甲外界建立的场所内面，一直到选出新的教宗为止。这段期间，大家保密，禁止对外通信，若是违反规定，将会被赶出教会。 There are about 140 under the age of 80 who will enter into the Sistine Chapel to vote who should be the new pope. At the end of each ballot, they will burn their ballots, and you can see the smoke from above Sistine Chapel. 伫投票的时阵，若无选出教宗，就会甲选票加一种化学药剂烧掉，烟筒就会称黑烟；若是有选出来，就会称白烟。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第266日教宗方济各过身，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指示咱国驻教廷大使馆，表达咱国人民甲政府哀悼之意。咱国总统府甲行政院会降半期2天。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过身，伊在位的期间，捌慰问花莲地动受伤的人，并且为受难者祈祷，任命几多位咱国籍的主教，几多遍接见去教廷的总统特使。咱总统赖清德伫社群平台 X 发文，讲一直拢对教宗一生致力伫咧和平、全球团结、甲关怀弱势精神得到启发。赖清德总统已在第一时间指示我国驻教廷大使馆 转至总统宴殿，表达我国人民及政府深刻哀悼。此外，外交部长林佳龙立即向教廷驻台大使馆代办马德范蒙席转达我国悼念之意。外交部也同步向台湾天主教主教团主席李克勉主教表达慰问。除了表达哀悼，总统府甲行政院将会降半期2天。外交部表示，基于台湾侵华有期。 单方会派适当站级的官员担任特使参加教宗的告别式。然后，国内天主教会台湾地区主教团自今仔早起9点开始，伫台北总主教公署办弥撒加地书礼仪。就像上一次他生病的时候，我们全体的天主子民都为他念玫瑰经、祈祷、献弥撒。那他现在已经被天主接上天，我们也全体的 一起为他献弥撒祈祷。我们是觉得他是天主的人哦，那天主就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安排。虽然感觉定惊唔甘，不过台北总教区总主教张安祖讲，教宗伫咧福华这个过灯天过身，是天父接引正好的安排。那台湾区是不是会派人去梵蒂冈？主教团讲正伫咧等教廷的通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各位乡亲，刷来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全台湾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敢若过到山区可能会有西北风，也若气温会比昨昏搁较悬。今仔日各地高温大部分是伫咧32至35度，大台北地区甲南部晚山区的所在，高温会升到36至37度。东南部可能会透小风，温度可能会到38度以上。
提醒乡亲最大加点挂，较袂着煞。另外，明仔载有方面会到位，中部以北会变天会落雨，估计会影响到拜六。再来，咱来关心伫宜兰五街的一间食品工厂，昨天下晡发生氨气外泄的情形。消防人员是唔敢大意，穿 A 级的防护衫，出动机器人来断水，加在是无人伤亡。初步怀疑讲，可能是这管线伤久啊破去，氨气才会流出来。目前已经下令业者爱改善，会看改善的情形，再来讨论敢是要裁罚。一楼厂房内面规拢是白色的气体，救灾人员穿 A 级的防护衫入去厂房抢救，救灾机器人也一直向厂房喷水。最近伫宜兰五吉乡的食品工厂发生氨气外漏，氨气是从那个工厂的机房外泄哦，那我们立即布线，而且派遣我们的消防机器人，针对这个氨气外泄的这地点涉水抢救。昨日到4点半，现场的人闻到氨气的味，赶紧通报。消防队加环保组都在应变队赶来现场，看水线喷水，2点钟后，甲漏气封起来。要求我们那个厂商的负责人到了现场了，那我们派我们消防同仁两名，穿着 A 级防护衣，以及我们这个管理人员穿着 A 级防护衣，然后到了那个里面了，大约在6点40分将这个氨气的制止阀关闭。食品厂的员工一时疏散，无人受伤，也无人伫咧内面。昨暗7点5检测，确定氨气的浓度已经降到无危害。初步研判可能是管线牢固破损，才互氨气流出来。已经勒令业者改善，伫咧调查改善的情形了，再个看是毋是要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新竹德报一个健身教练叶典浩，因为虐待囡仔去互起诉，法院2月份裁定300万交保，不过3月28伊说是弃保牵逃。新竹地检署讲，到当时也无收到法院的裁定，无法度提起控告。不过新竹地方法院讲，有通知羁押代替处分，已经对外宣示生效，即嘛双方是互相无相让。来看自由时报。有2个人做伙开公司，从2021年开始，叫员工联络166个真出名的网青，开团来卖有牌子的鞋仔。后来去互发现讲，因咧卖大部分拢是仿的，而且这仿的拢是为中国来的假货，诈骗的金额是超过8000万。台北地检署昨昏侦结，以涉嫌犯商标法、诈欺处债等罪嫌来甲伊起诉。过来看联合报。国民党甲民众党做伙办在野领袖峰会，今仔日要来举行。针对重大内政议题甲国际挑战，要来展开在野的对话甲政策的协商。朱立伦是主打反立强、战独裁，要来争取在野上大化。因为国枪是化工，罗清德乃当共同来参与，这是咱国家的福气。继续来看，因应美国的对等关系，总统罗清德昨昏接见北美洲台湾商会时阵强调讲，台湾会趁机会来加强台美经贸的合作。因为行政院提出880亿支持的方案，即嘛有风声讲有一寡方案会放零限制，亲像中小企业贷款的方案，按算日是行政院会会提出特别条例，送立法院来审议。迄种甲台商握手致意，总统罗清德2日接见北美洲台湾商会访问团。罗总统特别感谢台商伫海外打拼，若是深化民间互动的重要桥梁，也互世界看到台湾。所以来，罗总统就讲到最近美国对中关系冲击，强调台湾会好好面对，也趁机会加强甲美国的经贸合作。美国政府的关税甲贸易政策对全球的供应链带来深远的影响。台湾一定好好面对，借这个机会来加强台湾和美国经贸的合作。面对美国对中关系策略，行政院提出880亿的支持方案，要协助各类产业做回大南关。金融支持的方面，调整贸易用资利息减免措施内容。因农业金融所提供的贷款支持方案，按算收益户数会当达到1.56万户。另外，中小微企业贷款佮加码申请资格放零，只要今年一定期间的营收比去年同期、去年下半年月平均，或者是今年1月到2月衰退达到10%，就会当申請。行政院长杜英台更加希望在上紧的时间内，争取甲美国进行后一届的直接有效的谈判。台湾如果今天是一
有国际地位被完全肯定的国家，也许总统就能够打电话给川普总统，极力的争取就对等关税与美方政府进行下一次直接有效的谈判。行政院强调，这次方案细节部分会交由各部会就因管理范围进一步说明，按算20时的行政议会会提出特别条例，送立法院审议，争取至少880亿的特别预算，也无排除透过追加预算来应用。因日本原底应用美国关税要普遍发现金，不过又搁动点，行政院2无进一步说明普遍发现金的立场，不过强调各个产业结构甲台湾无完全相同，会继续随时调整支持方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看美国川普政府的国安团队，因加密的通讯软体，伫顶个月才互标出讲，因甲大西洋月刊的总编辑加入来。这总编辑买当为内底知影美军对也门的作战计划。不过，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却是讲，这军组内底并无机密的内容。今嘛《纽约时报》标出来讲，赫格塞斯其实伊有另外一个私人的军组，甲也门的作战计划分享去这个军组内底。因那这个军组内底的人，包括因小弟、因看守，也有伊的律师。川普上任以来，已经针对也门武装组织青年运动发动真侪届的空袭。最近一届是顶礼拜对西部红海沿岸燃料港的轰炸。至少74个人死亡。内容讲是川普政府升级对也门的军事行动了后，史上上凄惨的一届攻击。3个月期间，美国国安最高层的官员才因为美军对也门的空袭发生漏泄机密的问题。苏当时一个敢若18个人，包含副总统范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兹、甲白宫幕僚长威尔斯的 Signal 加密军组内底，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分享对也门的军事行动细节，甲即时动态。大西洋月刊的总编辑高伯格竟然也伫军组内底，了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赶紧回回讲，内容无牵连到机密。It's not war plans. There's no units, no locations, no routes, no flight paths, no sources, no methods, no classified information. 针对敢有漏泄机密，美国国防部代理检察长已经咧对伊展开调查。即马《纽约时报》佮加亚康讲，赫格塞斯佮有另外一个用伊本人的手机啊，甲私人口罩开的Signal军组，伊也共款伫遐预告美军对也门的行动。军组内底除了伊的小弟、伊的私人律师，竟然佮有赫格塞斯的看守珍妮佛。珍妮佛·赫格塞斯是福斯新闻的前制作人，并不是五角大厦的官员。经过几个月，伊真侪届对伊的翁婿出访，并且参与韩国国军事领袖的敏感会议，互《华尔街日报》写文章批评。因那赫格塞斯的小弟甲私人律师虽然拢伫国防部任职，《纽约时报》也指记讲，是安怎这两人需要先知影五角大厦的军事行动。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目前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事到当时要战袂煞。不过，外国媒体就报道讲，川普的政府的官员捌甲乌克兰提出结束战争的机密文件，这内容包括美国可能承认克里米亚是罗西亚的，而且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美国总统川普重返北京，就要改完100日，伊伫竞选的时，卖承诺伫就职24点钟之内调停，互俄乌双方停火。也毋过，俄乌战争为2022年2月开始到打战火犹原无停，充满无确定性。日川普搁伫社群平台发文，表示伊希望俄乌双方拢会当伫这礼拜达成和平协议，搁开始甲美国做生理发大财。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川普政府的高层捌伫17向乌克兰提出结束战争的机密提案，内容包括美国可能承认伫2014年和罗西亚并吞的克里米亚属于罗西亚，佮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I think we're on a good path because we're tired of what's happening. We've got too many other issues in the worl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ust be involved in, and this war has gone on way too long. But I think there's an opportunity. 美国的机密文件显示，几乎爱向罗西亚让步，才会当换来战争的结束。当乌克兰真受压力的时阵，美国国务院官员澄清，这只是美国提出的可能选项，并不是只会当接受也是否决的将机会方案。也不过，华府也讲，因当咧等待基辅的回应。那美欧欧洲3方面会当伫这礼拜的伦敦会议出的一致的立场，都会将内容转交予罗西亚。另外，罗西亚单方面讲好，过偌济都是20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同意，也毋过俄乌双方拢在互相指责对方无遵守30点钟的停火协议。泽伦斯基强调，俄军伫迄日发动约3000摆的攻击。
Та я залишуся при своїй думці стосовно цього перемир'я, що це чисто, щоб показати на весь світ, що ніби вони йдуть на якісь кроки, на якісь, роблять якісь поступки для нас. Насправді, то, як бачимо по лінії фронту, нічого, в принципі, так і не змінилося. Тобто, я думаю, це чистої води брехня, так як і було до цього раніше.挪俄的國華節停火協議已經喺台灣時間2日透早5點結束。澤倫斯基隨後提議，羅西亞會當停止以無人機嘅飛彈攻擊烏克蘭的民用基礎設施至少30日。美國也聲明表達，希望國華節停火會當延長，也毋過克里姆林宮發言人表示，普廷無下令予停火延長。公司新聞新羅貝編譯。繼續咱話來看印度，印度欠水的問題是真嚴重。在莊仔頭的附近人，若要去水井搶水，都要行幾啊公里遠。嘛，因為天氣真燒熱，風國頭有一個糞掃場導火燒起來，嘛連帶影響空氣的品質。印度婦女頭殼頂放大地鼓，赤腳行2公里路，來到這個水井灌水，也毋過往下面一看，井底水無濟，只會當由一位婦女人爬落去，為大家將水一殼仔一殼裝入容器。這款的現象，這2年在印度西部馬哈拉斯特拉邦的莊頭一直發生，尤其在熱天高溫來臨，雨季開始進前欠水問題更加嚴重。उबाल के पीते हैं कभी, फिर भी हमारे बच्चे लोग बीमार हो जाते हैं। फिर हम सब लोग इधर पानी ढूंढेंगे या उधर हॉस्पिटल जाएंगे, ये तो हमारी समस्या है। हमको कुछ काम भी नहीं, अब 2-3 महीने से हम कुछ काम भी नहीं करते, खाली पानी लाते हैं।村民不滿政府答應會裝自來水管，也毋過一直無兌現，因煩惱落垃圾的井水會對健康造成危害。那因水出問題，馬哈拉斯特拉邦另外一個城市那個普洱的本色燕麥場拜六突然引起大火，真美火逼近附近主題區，當局動員4個為11個消防站全力搶救。ऐसा पता चला कि बहुत ज़्यादा चारों तरफ ही फायर लगी है और स्मोक भी ज़्यादा जा रहा है और हवा भी चलने से बहुत ज़्यादा और फायर बढ़ रही करके。這場大火伴隨烏煙瘴氣的天頂，嚴重影響空氣品質。有關當局有關的釐清導火原因。不過印度熱天這類的事故真常看，主要是因為有機噴射暖氣分解產生大量甲烷，在高溫甲強風的助長之下出現家己倒起來現象。公司新聞張惠敏編譯。今麥氣候暖化的情形是愈來愈嚴重。人講全世界上界幸福的國家，不但伊是全球頭一個達到負碳排的國家。不過嘛，因為地球暖化，伊嘛共款面臨自然災害的威脅。不但的海拔是真高，不過因為山頂的冰是揚了愈來愈緊，造成山區的霧嘛愈來愈多。這個霧的水位直直咧加懸，隨時都有可能會崩化，嘛互山區的居民生活是提心吊膽。在茫茫霧氣內底，能看到苗絲甲山林，也在內底感受一種靈氣。在喜馬拉雅山區，不但將自然環境看作是國家發展的基礎，政府唔但立法保護森林甲自然資源，更為每一個站面推動環保措施。不但的能源用用80%水力發電，對頭草樹啊是零用分，為幾個人研發3萬大票，這金額是平均一個月薪水的4倍外。If we don't protect all of our trees, our forest cover, which is currently 70%, could come down to below 60%, which is the threshold set by the Constitution. That's why our work is so important. It's our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forests. 為減少碳排，政府推出電動車補助措施，同時提供免費充電服務，來鼓勵民眾改用更加環保的交通工具。They gave us a subsidy of around $5,000 and 70% of the loan was covered by the banks, and we just had around 10 to 15% of this car's cost only to purchase this EV vehicle. So our government helped us a lot. 不但計劃在10年內將7成的車換成做電動車，不過就算做出各種減碳努力，依然難逃全球暖化效應的嚴重衝擊。不但在海拔7000公尺的關山地區，冰河揚起的速度是真緊，目前山區差不多500個河當中，超過20個水位接近臨界點，隨時可能崩起。住在海拔4300公尺高的這戶人家，而家攏在煩惱生命和財產的安全。I'm scared for my daughter. I'm scared because the flood could hit us at night. I can always try to escape. But what are my wife and daughter going to do?
I'm afraid I might lose everything. 极端的气候考古，往往由碳排量较低国家承担，唔是富裕的高碳排国家。就算全球第一个实现负碳排幸福国度，不但也难逃气候变迁带来灾害威胁。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达美航空公司有一架飞行机，本地半暝要为佛罗里达州起飞，不过在起飞进前，引擎煞熊熊导火，机场已经赶紧把飞行机顶的乘客甲工作人员疏开，加在是无人受伤。中国广东深圳一间日侨学校，有一个10岁学生，去年伫咧上课的路里，却有一个中国的查甫人，叫做江中村野刀啊毒死，这个凶手被判死刑，21的时阵已经伏法。中国透过外交管道通知日本这件代志，不过并无说明这个犯案的动机，因为中国媒体嘛无相关的报道。来看菲律宾总统府颁布备忘录的通告，放亮过去30多年来对政府官员也有台湾交流的限制。除了总统、副总统、甲外交部长，也有国防部长以外，其他政府的官员，若是因为经济、贸易甲招商的目的，会当使用一般的护照，唔免用官方的管道，就会当来台湾。而且嘛，允许菲律宾政府的官员因为经贸的目的来接见台湾的访问团，希望会当扩大台湾投资、发展经贸合作的机会。继续咱要来看洪都拉斯，伫咧2023年的时阵，甲咱台湾断交了后，挖头就去甲中国建交。原底因是想讲要甲虾销去中国，会当赚一条大条的，想袂到煞食着羹。洪都拉斯11月份就要举行大选。有总统的参选人都提议讲，希望会当甲台湾恢复邦交。因为咱外交部长林佳龙是表示欢迎。不过，有学者认为讲，甲台湾恢复邦交的目的，应该唔是干那为着虾的产业这么简单，这背后恐惊有咧伫其他的算盘。洪都拉斯今年3月甲咱国断交了后，挖头就甲中国建交，原底想要对中国出口白虾，想要到2年以来出口量煞大落超过6成。那洪都拉斯外交部长4月初捌表示过，希望转来台湾市场，甚至有在野党总统参选人，也就是洪都拉斯前副总统纳斯拉亚发出希望甲台湾重建外交关系。外交部是不是有掌握到相关的这个情势？当然，我们这是就是欢迎。现在他们的外交部长他知道国内的经济局势出问题了，说想要回头拜托跟台湾是不是能够重启经贸。从这个白虾这个事情可以看到，说是我们帮忙洪都拉斯发展起来的，他这个有点忘恩负义啊，结果伤了他们的人民，然后中国答应了都跳票，而且还倾销。2023年，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主导甲台湾断交，希望借中国的投资甲市场扩大白虾出口。不过，根据洪都拉斯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2024年洪都拉斯对中国的出口额是3590万美金，中国对洪都拉斯的出口额是25.5亿美金，贸易逆差超过25亿美金。严重的贸易逆差冲击到当地中小企业甲整体经济。中国到今白虾采买量拢比原底预期差真济，但是学者认为讲洪都拉斯袂因为一个白虾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被复交恐惊无遐乐观。其实中国大陆跟每一个国家的都是一样，包含美国，对不对？因为洪都拉斯没有东西可以输入外销给中国大陆啊，除了咖啡、吃这个鱼，其他怎么输入？那中国大陆有很多轻工业产品呢，当然是比较便宜。所以说，几乎拉丁美洲国家每一个国家的进口的排名前3名。都是中国拿，像复交，那是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性啊，几乎是0。学者提起讲，复交的背后恐惊厂搁较侪条件限制。原来林佳龙市长先强调讲，会甲即马有的邦交国关系做好，以南美洲友邦巴拉圭等国来做例，强调透过英邦计划稳定关系。四边的国家若想要甲台湾建交、恢复邦交，这就是计划发挥效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进前咧做外交部长的时阵，迄当阵的助理何仁杰牵涉中国间谍案，目前是去互收押。有立委就问讲，这个案件，伊苏当时的顶司吴钊燮敢爱做伙来侦办咧？法务部长陈明谦讲，若有证据，就会来办。
最近，执政党高层内部一直传出有中国间谍案，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伫外交部长任内的助理何仁杰也涉入其中，搁互收押。立法院司法委员会日夜排定用碟渗透进行检讨的专题报告，国安会也伫受邀请的历史名单内底，不过煞无派人出席，也无请假，引发立委的批评。吴钊燮是不是有心虚？是不是觉得丢脸，不敢来？那官威大的不得了啊！说不来就不来，吴钊燮该不该一起侦办？我不会干涉指导、干涉介入个案哈。是。那这个检察官如果有证据的话，我想任何人只要涉及共谍，我想检察只有犯罪嫌疑就会依法来侦办。国安会回应讲，按照现政的惯例，未派人到场。不过，调委吴宗宪是认为讲，国安会秘书长身躯边的人涉嫌着强谍案，代志是真严重，会考虑敢会谴责国安会。另外，现体役的军方人员变作是中国间谍，案件是未少。总统热情着要恢复军事审判的制度。不过，立委也指出讲，伫维持太平的时期，恢复军审的必要性。佮较烦恼讲，军法官已经真侪年无伫前线，这是要安怎确保专业性佮独立性？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没有效度的一个事情？包委员，这个其实就是整体来看，就是从了平时以外啊，暂时因为我们暂时还是军法官要回到这个审判实务工作，这个军法官的独立性，我目前的规划跟这个进度怎么样？军法官独立审判的一个，对，这个是最重要的。对，那这部分其实我们目前都在参考司法院法官法。关系到军审制度未来的规划，司法院强调尊重国防部的决定，未来也会看国防部的需求，甲因提供相关的建议，互因参考，期待会当独立、公正、专业性的方面去建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在地上大条，咱要来关心台大病院有一个外口壁长咧施工，昨昏这应该是双向放落来，有一个移工失踪去，伊伫搜救到要半暝3点的时阵，才总算找到人，不过已经明显死亡。台大病院整修外口壁，昨昏早起8点外的时阵，煞双向发生应该放落来的意外，那就是因为顶悬囤伤侪物件所致。原底讲，敢若有一台汽车受损。不过后来施工的外包商才承认讲，有一个印尼籍的移工失去联络，现场是紧命把这个婴架拆掉，要来救人。不过半暝要到3点的时阵，才伫咧绑起的婴架下骹找到人，是已经明显死亡。今嘛路检处嘛依法要甲这个外包商罚3万至30万。继续来看桃园中立慢性病专科病院中心病院，14的时阵去互海客攻击，病院是随甲网络切断，而且嘛有报案。不过这嘛地区挂号的系统，即嘛拢爱用人工来处理。这嘛是今年第3件病院受到骇客攻击。卫福部强调讲，已经公布医疗院所治安相关的指引，嘛会辅导厂商都爱落实相关的规定。就是这间位于桃园中立的慢性病专科病院中心病院，近日传出电脑和骇客攻击，有8万外币币类外泄，引起部分跨境民众烦恼。就医资料可能安尼流出去。毕竟自己的个资啊，万一就是不小心被人家盗用的话，你就是自己还是会觉得很害怕。自己个资被盗用，或者是怕是被诈骗怎么样，当然会担心了。这个事件发生在这个月14，桃园市卫生局接到中心病院通报，受到骇客恐吓讨钱的批，院方是中断所有网络，继当晚向警察局报案。院方昨日伫官网公告，因为电脑系统异常，造成网络挂号抽检，医师开药单等功能停止，改做人工处理。这也是伫马街病院、中华基督教病院和骇客攻击了后，今年第3件病院和骇客病毒攻击事件。第一种可能是国家支持的攻击，它有目的性的，想要偷敏感的资料；那另外一种就是想要赚钱的目的。该院目前正在安装防毒软体，还有医疗相关的一些资讯系统。治安专家表示，病院是8大关键基础设施之一，它会成做骇客下手的目标。每一间病院的状况不同，治安防护也无相同，需要透过卫福部来加强治安联防机制。卫福部强调，已经公布医疗院所治安相关指引，会尽速辅导厂商落实规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19的时阵，有7个民众去爬屏东的北大武山，不过却是有人跌落山坎，消防人员把人救起来了后，有送病院。不过了后所发现讲，去爬山的这7个人虽然是有申请入山的许可，不过这群人无半个人有紧急救护相关的证照，违反爬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目前已经开罚单，上重会罚款5万块。搜救人员在雾中找找去爬山落落山坎的人，
屏东北大武山登山步道1.75公里的所在，19早起发生事故，消防局赶紧去救援。利用绳索下降，将民众救出，后送医院。本次爬山民众因未符合登山自治条例的相关规定，本分队开予举发单。搜救人员用锁将人诱介步道了后送去，消防局事后查证，受伤人是7人爬山团的成员，原本3日2暝爬北大武山，虽然有申请入山许可，但却无人附紧急救护相关的证照，违反登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应罚1到5万。人员必须符合紧急救护之相关证照，以及必须办理登山之综合保险，以免违反相关之规范。屏东台中南投苗栗甲花莲等县市自治条例拢有监管制山区爱护领队来带，而且领队要有紧急救护相关证照才会规范。只要县市无同违规，会针对领队或者是队员开罚1到5万。南投另外强调，若勘测相关行迹会依法移送。基本救命术它要搭配的是迅速的到院治疗，然而我们在山区或野外到院时间至少是半个小时起跳。这么长的时间，我们需要的是野外专用的这种野外医疗。自治条例的出现，它完全没有改善登山安全的作用。法规是为降低搜救资源浪费，不过专家表示，就算有证照，山下救援最后依然爱请搜救人员将人带落山，加上台湾山下多元，相关规范唔那甲现实袂合，也无法度拢适用。建议政府不如重视搜救收费问题，制定标准，各位校园顶落实安全教育。记者综合报道。有关交通的消息来看，国道1号路南中华交流道，这车流量是真大，平常时上下班的时间都足够塞车的。因若拄到休困日，交通就规个大拍夹。在地就提出讲，会当伫咧彰化市起第2条的交流道。交通部长陈世凯有去彰化了解情形，嘛建议县府会当评估看卖。车位高速公路驶落来，倒手边有带19线的车辆，正手边阁有慢车道加高菜市场的出入口，交通真复杂。虽然经过这届的规划调整，但是当地民众表示，改善的效果有限，便若上下班也是假日，嘛是真够塞车。上下班的时阵足够塞车，我是觉得就算有替代道路的话，有时候还是一样会塞车，而且这个路段的话还蛮容易车祸的。国道1号路南的彰化交流道，一落来就是纵贯公路第19线，这嘛是通彰化、和美、鹿港、秀水这乡镇的重要车路。根据高公局的统计，逐天下班时间，为交流道就开始塞车，上无塞1.5公里远。若拄到假日，就塞愈严重，甚至影响市区交通。交通部长陈世凯2日来彰化会勘，伫交流道边的果菜市场表示，希望有固定的青红灯管制，毛民众建议伫彰化市新设第2交流道。伫4大门这边固定时间24小时，咱固定。阮的要求，阮的南大门就是只进不出，安尼袂影响到咱这交流道这边的动线。那刚刚也有提到说这个第2个交流道的问题啦，那这个部分其实也要拜托县政府这边，或许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可行性评估。交通处这边做的报告里面也还看到好几个问题。如果那些问题其实可以克服的话，或许这个可能性，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地方提出会当伫中心路二段到中美路，利用国道的土地建设交流道，消透目前彰化交流道到塞车的情形。交通部嘛建议县府会当先做可行性评估，若地点适合，中央甲地方会当进一步讨论。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即马高雄市民间咧经营的停车场有要减2000个。不过台北市就传出停车或者是收费的纠纷，互民众停车时感觉真无保障。高雄市交通局即马推出合法停车场的标章，会发布1000多间合法的停车场来打这种的标章，希望会当减少收费的纠纷等等的问题。立钱了后，车辆准备要开出停车场，民众驶车出门，定定会拄到停车的问题。不过，你敢知影家己停的停车场到底是不是合法、有保障无？地点有方便的话，对。那你在停车之前，会不会先看清楚它的收费标准什么的？会稍微看一下。可能它附近可能这个观光区域可能都只有一个，这种停车场可能就1个或2个，但1个或2个通常都是停满的啊，那我们就会不知道怎么停。对，这时候就会很依赖私人停车场。
民众停车有人看介绍，嘛有人是方便就好。交通局统计，到今年3月底为止，高雄市合法的民间公共停车场拢总有1193场。不过因逐个月拢会接到民众检举，发生超收停车费的状况。因此现在因推出合格标章，就搭伫停车场的出入口，要帮助民众分别合法的也是违法的私人停车场，而且会随时派人抽查。交通局强调，业者若是违规收费，上悬会当罚15000块，而且会当连续处罚。那交通局通常接获民众反映遭收取过高的停车费，或者停车场未申请及收费的情形，那交通局均会依法查处，并持续加强查核。我觉得这个推行下去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例如说我是业者的话，我会比较遵守游戏规则。那我是消费者的话，我也比较能知道我的权利在哪里。民众普遍认为推出合格标章对减少消费纠纷会有帮助。不过，伫咧停车位较欠缺的所在，定定是私人停车场较侪地点，民众大多数拢也是方便就好。要安怎辅导业者合法经营，这是公部门爱注重的部分。记者柯家祖、焦勇、高雄场报道。在咱台湾的路面有各种五花杂色、真声人目的扛棒，不过有的扛棒材料伤大地，有的材料伤低，这拢有可能会造成危险。今嘛新北市工务局要求伫咧邦桥新海路，若是有违规的点头，伫咧30天内就要改善，若无就会照建筑法罚4万至20万。不过有的点头是认为讲政府这个做法时间上实在是伤逼啊。店家拢非常紧张，伫咧新北市邦桥新海路顶面有将近100间的店面门口，互新北市工务局打单啊，顶面写着扛棒收过捅出来，要求店家伫咧30天之内爱针对招牌做出改善，若无会照建筑法罚4万至20万。这互店家感觉无法度接受，认为收过临时。要花钱当然是要改善啦。不花钱的话，我们就这样子，为什么要拆？对我们商家来说，会觉得这样又要花钱又花精力，是很麻烦。现在我觉得，就台湾的市容应该本来就是长那么丰富。新北市工务局对4月21日开始实施新专案，为着要维护市容，避免风台来时阵造成危险。这届违规的扛棒拢总分4种，分别是扛棒收过大，只要超过壁面1公尺半就算违规；第2种是悬度无够，扛棒若无离涂骹3公尺悬就算违规；再来就是扛棒生线和槟榔带空出钉，这拢是要求的重点。我们今天有开始执行，就是做劝导贴单这个动作。裁罚不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目的，那我们会先用劝导以及辅导，然后再依建筑法去做限期改善。新北市政府表示，这届第一阶段会选伫咧邦桥新海路，是因为这个所在是邦桥的重要道路，加上附近是重要的主题区和商圈。若是这届改善的成果袂歹，未来会持续要求新北其他地区的店面做出改善，希望透过慢慢的改善，整顿市容。记者第二选柯敏哲新北报道。继续咱来看，伫宜兰头城旧街的单春吉祥号，最近有有黄色的封锁线，而且有大公告讲，这间厝随时都有可能会崩起，因为娘条旧气的关系。这栋古厝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啊，不过因为并无文书的身份，这嘛互文书工作者感觉真着急。建筑外形是红砖连续拱门，是1920年代台湾的建筑特色，真有古早味。这是头城老街的单纯吉祥户加关合社商户。根据文书工作者调查，建筑拢已经超过100年历史，也毋过最近单纯吉祥户防围起黄色封锁线，各大公告指出，两条用后期随时可能倒去。也不要说全部改变很多，就是稍微改变一下，恢复它原状就好了。如果真的倒了，不见得会很可惜。可能觉得有一点。100年建筑面临倒去的风险，民众认为若真正消息会真可惜。也毋过，这个红砖建筑拢属于私人财产，到当也无文书身份，要保存真困难。有文书工作者指出，历史建筑甲景观属于公用财，公部门应该投入经费协助修复。文化资产的修复那个是很专业的事情啊，也不宜完全由民间自己去动手处理。单纯吉祥号位伫老街的上南边，因为造型特殊，甲关合社商号拢是老街地标。文书工作者表示，若真正倒去，恐惊失去后社老街重要的文化记忆。县政府文化局表示，因为建筑无文书身份，这会当先去问所有权人，敢是需要协助。了解一下他们这边是不是需要一些什么协助。
文化局表示，经过问所有群众表示，有封锁线是因为牛条和白下周期，为着避免民众进入了后，互柴油的影响，目前所有群众也无提出要争取建筑订立文资身份的意愿。文书工作者批评，这尔重要的百年建筑高达无文资身份，以公部门主管道理保存是文化局的失职。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日伫台南做阵的旧街是干那58公尺长，互人讲是全台湾上底旧街，而且当地人口流失的问题嘛真严重。不过即马在地教会也佮有社区是真拍拼，希望透过宗教活动、艺术装置，也佮有传统工艺等等的课程，要来活化这块土地。七彩的锁仔甲菜单挂伫咧指定楼梯顶做装塔，边的指定公园毛古锥土瓦的装置技术，互人感受到春天的气氛。为了庆祝释教155周年甲过活节，台南指定教会唔敢若办活动，佮布置社区环境。活动中，教会嘛透过罗马拼音，教囡仔念出当地15个特殊的姓，像麦、栗、毒、冰等，互囡仔认捌家己的根。较大的姓吼，一个是麦，日本时代也是民国时代。那个要登记户口，应该爱取一个名，所以应该取最后迄个音麦。有人会姓是因进前这家族拢无，为着要改变家己家族的迄种运势，去登记甲望族的姓，为人去直接将因兜的姓改做你。因过指定人口约有上万人，即摆减甲剩4100人，成做全市第2少的行政区。有退休的公共艺术家林昭庆，看到遮有真好的自然甲产业资源，正自指定开设特技班，佮参在地特技师李天生合作，毋望互特技的发展变做经济作物。因按算甲特技用伫咧德国、德厝等方面，甲发展做绿色产业。阮历来甲即马。至少有6个少年人已经转来，甲咱的老街开始来做发展啦。咱的迄个左慢点的一寡活动吼，这拢是真侪少年人慢慢啊入来投入。我们推动那个地方创生之后，大家稍微重视佐证这个地方，不少的在地青年也好，是外地的。有一些艺术家他们都很关注这个地方。艺术家讲，全台上底老街都是指定老街，总长敢若58公尺。对稀微到即阵，靠社区大家做伙拍拼，加上艺术家定期办活动，活化这块土地，因上大愿望，互指定若有过去历史，更加有未来可能性，继续互在地有无同的光彩。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为着要鼓励民众珍惜地球的资源，新竹市环保局用囡仔的用品来做主题，邀请家长把厝内无咧用的囡仔用品摕出来免费分享给有需要的人，而且现场也有免钱修理中古电器这的服务，希望当透过这个活动来加强民众对环保的认同甲支持。囡仔穿过衫，也有使用过七套物仔，这拢是民众甲厝内无个需要的物件，摕来免费甲大家分享。互大家斗阵珍惜地球资源，得到二手循环再利用。我们带了很多小朋友的衣服跟裤子，还有鞋子，会觉得对于家长还有一些不要用的，可以环保永续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东西可能人家需要，然后我们可能也需要人家不需要的东西，然后就不需要再去浪费钱，然后再去买一些东西，然后就只有用一下下。长期推动二手分享的林大哥讲，当初会来参加，是因为搬厝的时阵，整理厝内才发现，原来厝内有这么多无用到的物件。透过免费分享，除了会当互资源搁再利用，搁当帮助其他需要的人。我搬过一次家之后，发现太多东西要处理了，而且这些东西都还是好的。结果我花了1万多块钱请一台车，把它当废弃物处理啊！可是你让一代的人延续下去2、3次，它就可以变成说重复的利用，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循环。咱希望，一寡物件会当循环，卖互变成粪扫，因为伊变成粪扫呢，咱政府处理这粪扫，其实压力嘛是有迄个压力啊。有些人他需要一些东西，那透过不用花钱啊，直接分享的方式。除了有免费的分享活动以外，佮找来清华大学学生现场免费帮民众修理各种的家电用品。环保局指出，所来也有宠物用品分享市集，以及灶卡餐厅用品市集，
现场全部拢免钱，鼓励民众做伙来实际参与环保的行动。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来看，家己是咱台湾种乌卡绿啊，即种笋啊上大的产地，种的面积有甲800公顷遮尔啊宽。每一年3月份开始，就是采收的时期啊。有农民讲，虽然旧年受到天气的影响，今年收成的时间有较慢，不过今年的品质是真好。头一批外销都要到13吨，按算今年外销的出口量可能会到80吨以上。合作社工作人员无用手头的工课，有人写，有人拿细拿紧，大家要赶紧替农民来处理早时啊采收落来，准备要交外销的笋啊。大南的农民讲，清明过了后，产量会愈来愈多，笋啊有外销会当稳定计价。气温越来越高啊，雨水量也变多，产量会增加，但是因为产量增加，所以我们价钱就开始往下掉。那你如果有这个外销的通路的话，可以帮我们把价钱维持在比较好的那个价位。合作社表示，原本3月开始就是乌卡绿啊收成的时间，但是因为去年风台影响，所以收成较慢。不过今年的品质袂歹，按算今年外销的状况应该比去年较好。今年风台的问题，所以飞足侪条的，多足侪啊怎量会减真侪啦。今年的量会减到这一算，品质袂歹，因为水提早了，咱今年有雨水有，所以讲你有雨水有笋啊就有。嘉义县业主表示，嘉义县大南乌卡绿啊已经连续5档有接到国外订单，目前产季每个月会当出口一个货柜，一年有80吨左右。贸易商嘛表示，会看国外市场的状况，出口量有机会搁增加。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在今年1月份，有一粒小行车通过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认证，天文学家将号名叫做单丁堡小行车，要来纪念这个伫咧228事件当中过往的画家，而且嘛感谢伊对艺术的贡献。金曲歌王赵明佑唱这首《画一粒星》，是含台湾戏剧专家尤元庆为单丁堡小行星所创作的歌。今年1月份，有一粒小行星正式通过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认证。这粒小行星号名做单丁堡，是全球头一个用台湾艺术家来号名的小行星。发现这粒小行星的团队表示，因为单丁堡对台湾艺术甲历史拢有真重要的意义，所以才会安尼号名。陈先生、陈哲博是我们第一个提出来的呀。当然，因为它属于我们的台湾那个近代油画里头一个很先驱者呀，就做很多贡献。天文学家表示，小行星对发现到完成国际号名需要几6档的时间。单丁堡小行星是2007年伫洛林天文台发现的，长大约有2.2公里，是太阳一年大约4.63年。预估今年6月中旬上接近地球。单丁堡文化基金会也表示，对因来讲，这粒星代表对乡土的情感精神伫宇宙当中行，是一种鼓励。今仔这个行星会当号名做单丁堡，伫阮子孙的想法内底，就是一种的鼓励啦。也若进前网络顶对这粒小行星的名有袂少讨论，有人建议应该用台语的单丁堡来号名。基金会表示，单丁堡的一生捌用原文、汉文、日本话来展现伊家己的名，所以尊重天文学家伫学术上的号名用华语发音。另外，目前伫咧大博馆展出的单丁堡103特展有举办小行星微型展，现场通看到这粒白色的小行星用3D 列印的模型。文化部长也伫现场表示，希望单丁堡小行星通伫宇宙看顾咱台湾，保庇台湾一切顺遂。记者中嘉嘅曾俊佑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回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1度至2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
咱再会。